出现真侪这个公车站袂当挖站的情形，因为这个公车站停车的所在前后拢有树仔卡掉咧，公车根本就袂当挖，只能停伫车路顶。民众讲，公车停一半的车身伫车路，真正是有够危险。嘛，有人讲，是毋是这树仔应该刷去别位来解决？市政府讲会好好研究甲改善。 这伫咧台南的公车站看起来是无啥问题，不过斟酌甲看，公车停靠的所在所有2丛树瓦。卡说公车被伫咧只冻点，敢会当停伫咧挂车道载人客。停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肩，这样子。只是希望公车的司机在停靠的时候，如果可以更靠路边，会比较好一点。应该要移开吧。 要不然像公车不好停啊，先停在道路上啊，这样上去的话就不方便了。这无法度靠站的公车站，就伫咧台南城大自强校区，公车停靠的底下有2丛树瓦，公车想要驶入去根本无可能。有这个情形的公车站，搁毋若一回。 台南中营路的真侪位公车站都有这种公车因为树瓦无法度靠站的情形。限于原始的路树的位置和道路形态的条件，那么我们会再邀集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勘。市府讲会找专家同齐讨论解决办法，让民众会当安心坐公车。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